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在主日，我愿上帝的话语跟大家分享。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有关于我们生命当中一个灵命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我们称之为属灵的气质。属灵的气质，属灵的气质，气质这两个字在圣经里面并找不到，我们找不到这个字。但是它却是充满了一种生命特质、生命的性情、生命的荣光等等等等。所以，当我们谈到属灵的气质，就是在谈到基督徒对真正的美丽、审美的观念到底是什么。愿我们今天的聚会，我们能够从大卫的诗篇，以及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他谈到的耶稣基督的心意，我们来做我们生命的一个学习。有一个父亲，他有一个4岁的小孩子。有一天，他的小孩子在办家家酒的时候，他跑到爸爸的面前，对自己的爸爸说：“爸爸，我漂亮吗？”原来这个孩子在自己的房间里面在玩耍的时候，他就学习了化妆的这一个游戏。就好像我们当中许多作为父亲母亲的，我们都曾经看到我们的孩子在玩家家酒的时候，在玩自己的游戏的时候，他经常学着自己的妈妈，比如说点了口红，穿了妈妈的衣服，然后穿上了妈妈的高跟鞋。这个爸爸说，起初他并不以为然，就随便的回答了他说：“哇，你很漂亮。”直到有一天，当他载着孩子在街上的时候，停在一个十字路口，他看到十字路口有一个小摊贩，摆了很多东西在卖，其中有一个很明显的，就是他们摆了一个成人杂志，所谓的就是男性的一个杂志。或许他就是谈到一个很亲美的一些肉体的照片，所以这个爸爸突然有一种很深入的一个激动，他问自己说：“我应该跟我的孩子怎么样来谈生命的美丽？”因为今天这些孩子他看到的是许多的经过商业行为或者是社会流行的东西来传达的一个社会的一种美丽的价值。事实上，对基督徒来讲，我们并不觉得很 OK， 我们并不觉得这样子是很好的。各位弟兄姐妹，美丽是一个很主观的一个感觉，但是身为一个基督徒的父母，我们是不是曾经很认真的来跟我们的孩子谈到什么叫做漂亮？一个男孩子应该要有什么样的样式？一个女孩子应该有什么样的样式？什么样的打扮？什么样的气质才是真正的基督徒从圣经跟上帝所学到的？甚至于耶稣说，上帝说：“我照着我自己的形象来创造亚当夏娃，我照着我自己的形象来创造人类。”各位弟兄姐妹，既然是这样子，那身为一个神的孩子，什么是我们美丽的气息？什么是我们美丽的气质呢？盼望我们今天，我们能重新来审视我们自己的内心。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不晓得是不是有一个让你一辈子受益的一个长者长辈，他曾经教导过你，拥抱你，鼓励你，要认识自己，要接纳自己，要以自己的所有的一切为自然的、真实的，然后真正的活出自己的美丽。能够寻找到自己内心的一个真正有价值的图像。比如说，在我的内心里面，他住了一个有价值的人；在我的内心里面，上帝所形塑的有许多的是一个如同黄金一般的一个价值的美丽。但是，的确在圣经的里面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每一个受造物，包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所爱的。所以上帝看他所造的一切甚为美好，上帝也看我们是他的宝贵的孩子。我们带着上帝的荣耀，我们带着上帝的形象，神称我们为他的爱子。各位弟兄姐妹，盼望今天的气息，特别是在来自于大卫，他记载在他自己诗篇的里面，他如何来诉说自己被上帝所创造，
他说：“神啊，我要赞美你，因为我的受造是何等的奇妙。”盼望我们能够真的用一个很严谨、很感恩、很有自信的这种的信心来看我们自己在神的面前所领受的这一个生命。我们是神宝贵的孩子，请记得，圣经从一开始，神的创造，神不只是对人类说：“我看你甚为美好。”神看他手所造的天地万物一切，尽都甚好。甚好的意思就是 very good， 就是非常的好。各位弟兄姐妹，特别神看人类，神看我们为他的尊贵的孩子，他称我们为极好。这样子，今天我们读了诗篇第8篇以及诗篇的第139篇，虽然短短的2句话，但是这2句话可以从大卫的他的智慧、属灵的智慧当中，看到他如何从上帝的眼中看到自己。我要用这一段的经文来跟弟兄姐妹我们一起迈向一个属灵的旅程。我们应该用上帝的眼光来反照，来看我们自己。我们不应该再带着那种自卑自我形象低劣的心情、负面的态度来看待我们自己的人生觉得说我的生命是一种浪费够了，我这一生当中没有什么可盼望的。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在神的面前能够真正的明白，神造我们绝非偶然。大卫在他的诗篇里面有很多很美丽的诗篇，今天我仅引用其中的2句话。第一句话是来自于非常美丽的诗篇第8篇。当大卫在山上在牧羊的时候，他经常有这种的情境。他举目，他说：“我抬头看你所造的天上的日月星辰，我就问人类算什么？”这是一个人在大自然的当中对于自己的存在的一种反思的一个省思。各位弟兄姐妹，你曾经想过这样子吗？你是否曾经在暗夜天空当中仰望星辰，然后你问，在这浩瀚的星河当中，我是谁？我为什么来到这世界？我在这世界的存在到底它带有什么样的意义跟价值？各位弟兄姐妹，大卫就是这种非常善于能够在大自然的当中跟神谈心声，从心里面的一种孤独的一种自我的心里面的一个对话。当然最重要的是圣灵对他讲话。各位弟兄姐妹，人是算什么？所以大卫在他诗篇第8篇他说：“人算什么？你竟然眷恋他。”各位弟兄姐妹，请你记得，我们的上帝在乎我们的存在。我们的上帝既然造我们，他必大大的使用我们的生命。所以大卫在他诗篇139篇第14节，他在神的面前献上感恩。他说：“神，我赞美你，我的受造是何等的奇妙，你的作为何等的美丽。”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从我们自己的生命，打从母胎、怀孕、出生，一直到我们的现在，我们的生命绝非偶然。或许我们不觉得，但是今天的这些经文是邀请我们进到大卫的一个生命的典范、生命的图像，来看上帝眼中的我们。上帝看人类为他至高的创造，上帝称他的受造物人类，他称他为他自己，如同己出，因为他用自己的形象来造我们，甚至将他尊贵的气息努阿就吹进了那个陶土所造的器皿，就是我们。各位弟兄姐妹，神造我们有他美丽贵重的图像，这是我们今天应该学习的一个功课。大卫在他诗篇第139篇这一段话里面，他谈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句话，他说：“我心深知，我心深知。”各位弟兄姐妹，你知道你为何来到这世上吗？你知道你的生命是为何被神所造吗？你知道你的生命是在神手上，他看为一个贵重的器皿吗？各位弟兄姐妹，愿我们今天也如同大卫一样，我们安静下来，恭敬的敬畏神。我们问神说：“神，你造我有何旨意？”我们问我们的天父阿爸天父，我们问他说：“
主啊，求你教导我，让我明白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有一个是我专属你给我的量身定做的生命的计划，跟你美丽的奇妙的作为，让我如同大卫一样来赞美你。我的受造是何等的奇妙！愿圣灵将这个属灵的智慧教导我们。因为保罗说，若不是在我们里面的灵，没有人能够明白上帝深奥的旨意，上帝深奥的奥秘，天国的奥秘。愿我们在今天能够体会到大卫的心境，也从保罗的祝福跟保罗的代祷，我们领受来自于耶稣基督的应许。腓立比书第1章第8节到11节，是我今天引用的新约的经文。这一个整个经文的内容是来自于大卫的一个是来自于保罗的感动。保罗在他以弗所书第1章第8节很清楚的，他谈了一句话：我的心领受，我的心体会，我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我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体会的意思就是了解，我读懂了耶稣基督的心。这个字在希腊文的圣经原文，这个字带含有英文的翻译，叫做 in， 就是进入到耶稣基督的意念，或者 with， 就是在耶稣基督的身边。不论是进到耶稣基督里面的心里面，或者坐在耶稣基督的身边，与耶稣基督以马内利 with， 与耶稣同在。所以体会本身就是体贴，也就是有个同理心。我从耶稣基督的身上，我就看到了耶稣基督里面他心里面想什么。保罗有这种的感动，他知道耶稣基督带着一种很大的期待，愿意他所触摸的每一个人，他所带领的每一个人，他所呼召的跟随者，都能够享受一种长大成人丰盛的生命。也就是他的心意记载在约翰福音第10章第10节。耶稣说，我来到世上是为让人得丰盛的生命，为了让羊群得丰盛的生命，是一个成熟的，是一个带着上帝荣耀荣光的这种生命。各位弟兄姐妹，当保罗有这种感动的时候，他就从心里面就发出了一个代祷。也就是在紧接下来，在第9节到第11节，保罗就为了腓立比教会的众弟兄姐妹来做祷告。保罗将耶稣基督期待他的门徒或者是蒙召的这些基督徒能够领受的，就是属灵的气质。所以在以弗所书第1章第9节之后呢，他就谈到了智慧，谈到了一个知识，谈到了在耶稣基督里面所得到的荣光，能够结出荣耀的果子来荣耀上帝。各位弟兄姐妹，这就是耶稣基督的盼望。他盼望所有的人能够行在光中，黑暗不再存在。各位弟兄姐妹，另外一个意义就是耶稣基督带来的生命的意义。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真正美丽的生命到底需要有什么样的特质呢？今天我在我的结论的最后第3个祷告，第3点我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一个基督徒如何活出美善的生命呢？当然说，第一个要有美丽的一个良善的圣洁的灵，第二个必须要有善念善良的心思意念，第3个就是带着神他自己的性情，第4个就是带着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一个呼召生命存在的意义。这4个项目是会让我们的生命活出美好。上个礼拜我跟大家谈到的就是在19世纪欧美的青年的海外宣教运动，有多少的年轻人放下荣华富贵，就为着耶稣基督的缘故，也为了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有将近21000个欧美的大学顶尖优秀的这些年轻人，他们就走到天涯海角。他们的故事将会永远的被传述，因为他们活出了一个美好的典范。他们将最美丽的一个生命献给了上帝，而且他们无怨无悔的，他们的生命跟传福音的脚中，将成为历代教会不断来赞美跟归荣耀给上帝，因为他们找到了生命的意义。
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的美丽不是为了荣耀我们自己，我们的生命如果真的带着神的灵、圣洁的灵所带给我们的是神的荣耀，最重要的是归荣耀给我们的上帝，让我们效法2000年来许多的神所重用的圣徒神所重用的仆人，让我们跟随他们，世世代代都将我们的基督徒的生命献为活祭，归荣耀给我们的上帝。这样子，今天的经文它给我们什么样的信息？在今天的信息分享当中，我要跟大家分享3句话。第一句话，学习从上帝的眼中来看自己，不再用自己的眼光，也不再用世界的眼光，因为世界有一些眼光看基督徒为怪异，这个世界也会跟我们讲说你很八股啦，你很保守啦，哎呀，你不够流行。各位弟兄姐妹，这个世界不了解神的荣耀跟美丽，我们必须，神的孩子必须用神的眼光来认识神。第二个，我们必须要看到自己，在我们的内心里面找到上帝所预备、所创造的美丽的宝藏。所以在古老的灵修课程当中，有一个课程，就是在寻找自己内心世界的黄金，寻找到自己内心世界上帝所预备给我们他的一个超然的一个价值跟荣耀。第三个祷告，我要邀请各位弟兄姐妹真正能够明白神眼中的真正的美丽的特质。也通过今天我很简单的跟大家分享3个要素，我们能够终其一生来寻找什么是上帝国美丽隐藏的宝藏呢？是在我们里面的宝藏。我的生命应该怎么做？我应该拥有什么？我才能够真正的能够荣耀给我的创造我的上帝。那我们第一个要分享个跟我们自己认真的祷告，就是尝试着从上帝的眼光来看自己。如果我们不从上帝的眼光来看自己，我们会有2种可能，第一个就是骄傲，第二个就是自卑。一个人如果不用上帝的眼光来看自己，有时候会以为神不存在，自己多了不起，那就变成一个骄傲的一个人。那不再用上帝的眼光来看自己，当我们遇到挫折的时候，有时候把自己看成如同垃圾一样一文不值。所以人必须要看自己合乎中道，就是用上帝的眼光来看自己，让我们在神的面前，首先我们来明白神眼中的美丽到底是什么。美丽是很主观的，也经常被世界所瞒骗，因为今天的所有的这些广告，它好像给人家看起来都是健康、年轻、漂亮、美貌，它所形塑出来的美，有时候是虚假的美，就好像箴言里面他说美貌美容是虚假的，好像天上的云它很容易就会过去。有什么美丽是永恒的呢？智慧吗？是一种良善的或一种乐观的带有盼望的笑容，或者是真正的当圣灵存在的里面，人来自于天上，是上帝的荣耀从人的生命里面散发出来的呢？美丽是一个很主观，但是偏偏人因为自己的存在是一个肉体之躯，所以人经常是以貌取人。我们经常以貌取人，就是看外表。我们有时候容易被那些比较好像偶像型的歌星演艺人员他们的外貌所带着走，我们以为他们穿着就是漂亮。各位弟兄姐妹，其实不然，这些人的穿着其实有时候是刻意的，它带有挑逗，它带有诱惑，它带有一种舞台戏剧上所需要的那种浓妆艳抹，就好像箴言说艳丽美容都是虚假虚浮的。我们的神其实是鉴察人心的神，他是看人内在的美貌所以上帝看到他的孩子，他就说你是我的爱子。在神的眼中，每一个人都是漂亮的。我相信一个健康的家庭，所有的父母看到自己的孩子都是漂亮的，哪怕是动物界，动物看他的心肝宝贝，不论是老鼠啦，不论是猫狗他看到自己的孩子，绝大多数那个天性都是带着爱，
他会用他的舌头去舔他，他会用他的肢体去呵护他。更何况我们贵为人类，更何况我们贵为上帝的爱子。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听得懂这一句话。创世纪第1章第31节，神对你说，请注意，神对你说，你非常好。这个原文叫做 very good， 它是2个字 very good， 非常好。各位弟兄姐妹，不要怀疑，要相信。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就快快乐乐的，我们就感恩的来感谢上帝说，神啊，我的受造何等奇妙，我赞美感谢你。各位弟兄姐妹，大卫就是这种的心情，他明白上帝看到他的时候是带着一种天父的父亲的怜悯。他知道他是一个贫穷的牧羊人，他是一个将受外族所欺负灭亡的亚兰人，所以他说，我的家族是一个即将灭亡的贫穷的亚兰人。但是神，你何等的恩待我们。各位弟兄姐妹，不只是大卫3000年前的大卫，今天仍然上帝苛爱着他所有受造的信靠他的，跟随他的。所以有一个属灵的课程，是教导人怎么样重新建立一个尊贵的，是一种乐观的，是一种正向的这种的内在的自我图像。他称之为寻找内心的黄金，寻找内心的黄金。因为这些属灵的导师相信，上帝所创造的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在每一个受造者的内心有一个人，小孩子，那个小孩子是上帝造他的图像所造的。所以每一个人的成长过程当中，都必须要认真的去跟这个孩子说，上帝创造你何等的奇妙荣耀。各位弟兄姐妹，寻找我们内心的黄金，寻找隐藏在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所以古老的灵修当中，在谈这种寻找内在的隐藏的这个课程当中，他就会谈到人的心思意念 logos moi。 在这个里面，他谈到了第一个是人有一个美丽的欲望，或者一个错误的欲望；第二个，他谈到了在人里面有七情六欲，有一个情绪，它可以是很美丽的，但是有时候也可能是一个很邪恶的。他也谈到人的心思意念里面有很多是尊贵的，是一个卓越的，但是有时候是一种很邪恶肮脏的。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应该分别我们的内心当中，神照他自己的美意所赐给我们的内心的这一个3个层面的美丽。我们的生命需要连接到一个更美丽的事情，我们的生命需要有上帝的美丽，如同上帝说，我的道路高过于你的道路，我的意念高于你的意念，如同天高过地。高是代表一种卓越，代表一种超越，代表一种有伟大意义的、伟大存在的价值。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是一个血气的人，唯有当圣灵与我们同在的时候，他会提升我们的生命，给我们一个属灵的高度，给我们属灵的一个长度，给我们一个属灵智慧的深度。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就会产生了一个新的智慧。我们必须要在神的面前寻找生命的意义，因为有一种美丽是来自于存在的价值。我们带着一个美丽的使命，这个使命会让我们虽然死了，我们的生命结束了，但是这个曾经走过的脚踪，却仍然带着因为这个意义跟价值，就会深深的、永远的被纪念。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寻找天生的魅力。天生的魅力或许是一个比较世俗的说法，那我们用另外一个字眼来谈自己，叫做属灵的气质。属灵的气质，我们可以谈用它来描述天生的魅力。魅力它本身就是来自于上帝的性情，上帝的神圣的性情。那个性情这个字被翻译成为英文的圣经，它用 nature by nature， 就是说我天生的，我出生就有这种的性情。所以我们形容有一些人，他天生丽质，他生下来就有一种很特别的气质。他说born by nature， 就是说他与生俱来，就是他的父母跟他的上帝所给他的天生的气质。
因为我们在神的面前知道，所有一切美丽的气质都是神所加添给我们的。神造了我们，神加添所有一切的荣耀。所以神说，后来的我要加添这个荣耀，后来的荣耀要胜过于前的荣耀，后来的荣耀要胜过于以前的荣耀。这是上个礼拜我跟大家一起恭敬朗读的一个经文。神摇动他的圣殿，摇动列国，将所有的一切丰盛的荣耀、丰盛的物资，就带到他的圣殿，让圣殿后来的荣耀超过前的荣耀。这个意思就是神摇动了他的天地，他在这个天地当中带给所有一切美善的恩赐跟全备的赏赐。美善的恩赐就是 kalos， 在圣经里面，它是代表一个优质的、美丽的。一个卓越的一个恩赐叫做charisma， 就是神给人的天生的一种圣灵所带来的一个特别的能力。那接下来他谈到的就是全备的礼物。各位弟兄姐妹，不论是 charisma 或者 gift， 其实都是上帝所为我们预备的。神在我们生命的旅途当中，他会如同一个供应站。他会让我们在每一个成长的阶段当中，他就赐给我们各种的美善，活出美好。神将他的荣耀跟将他的能力就加添给我们。保罗懂这种道理，保罗懂这个意思，所以保罗将这句话就写在哥林多后书第4章第7节。他说神将这个莫大的能力，这个宝贝就放在瓦器这个器皿当中。瓦器是指人类，那这个莫大能力的宝贝，一方面是指耶稣基督，一方面是指圣灵跟上帝所给我们预备的所有属天的天国的属灵的气质。所以这个瓦器如果带有神的荣耀，这个瓦器就变成一个贵重的器皿，不是出于神，不是出于人，不是出于我们自己，而是出于神。各位弟兄姐妹，你愿意神的荣耀充满在你的生命当中吗？让我们从大卫到保罗，我们从大卫到保罗。今天诗篇第139篇，大卫说：神啊，我要赞美你，我的受造何等的奇妙！因为他看见上帝已经将他的荣耀，上帝来自于天上的荣耀，就加添在他的里面。他说：你给我一个尊贵的地位，甚至仅略逊色于天使，仅低于天使一点点而已。神抬举我，好像天使一样，是将来在天堂，在神荣耀宝座前，仍然有尊贵的一个身份。各位弟兄姐妹，我的受造、你的受造、大卫的受造、保罗的受造，都一样的。让我们能够将这一句话深深的烙印在我们的额头，抬头挺胸，带着神的荣耀往前走。他说：神啊，我要赞美你，因为我的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何等的奇妙，这是我心所知道的。各位弟兄姐妹，盼望我今天的分享与解释能够触动你的内心，也能够鼓励你愿意来真正的领悟，真正的来省思跟了解你在上帝眼中里面的你的自我的图像。第二个，我要各位弟兄姐妹鼓励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必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来找到上帝早就已经预备的。上帝造人，古老的一句话说：一样米饲百样人，就是同样的一个白米饭稻米，它养活了千千万万的不同性格的人类，各式各样的人。各位弟兄姐妹，一样的粮食养活了各种千千万万不同特色的人。那意思就是在人类当中有各种的不一样的上帝的创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找到自己。令人感伤的就是我们身边当中，有时候我们经常会看到那种唉声叹气、抬不起头来的人。就好像2个礼拜前我跟大家分享，在圣经里面那一个弯腰驼背的那个妇人，耶稣就按手在他的驼背的背后，然后耶稣说：你得医治吧。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如果是一种自哀自怜、自惭会行、自卑不满，
我们是一个负面形象的一个人生观。愿主耶稣复活的灵在今天释放你，也让你的心里面得医治。如果你不觉得有能力走出来，你可以伸出你的手跟耶稣基督说：主耶稣，求你牵引我，求你牵着我的手，让我的生命得到改变。今天的经文腓立比书第1章第8节到11节，特别是9节到11节，保罗传递耶稣基督的心。保罗说：我体会耶稣基督的心意。心意这个字就是内脏，这指的是内脏。但是这个字经常在传统的灵修当中被隐喻成为情感的深处，人的情绪、情感的深处。各位弟兄姐妹，将你所有的情绪、所有的一个感觉来告诉主耶稣基督，主耶稣会告诉你说：我的孩子，我非常的在乎。虽然有时候你语言好像语无伦次，但是我非常的在乎。人类对上帝祷告经常是语无伦次，我们不晓得我们在求什么，也是乱求乱喊，有时候是埋怨。但是我们的主总是带着一个悲悯之心告诉我们说：我的孩子，我懂，你稍安勿躁，你安歇吧，你在我的怀抱。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进到耶稣基督里面。保罗说：我体会。刚刚我有跟大家解释，体会这个字可以翻译成2种，一种就是进到耶稣基督的里面，另外一种就是坐在耶稣基督的旁边，英文叫做 in 或 with。in 就是进到里面，或者邀请上耶稣基督进到我们的里面，或者我们进到一个房间，就是耶稣基督里面他的圣殿，或者 with 就是主耶稣，他的名字叫做以马内利。各位弟兄姐妹，呼求耶稣，跟耶稣说阿们，让耶稣与你同在。那耶稣就会将2000年前保罗给腓立比教会的这个应许，耶稣就亲自讲给我们听，不用通过保罗的传述，不用通过保罗再一次的讲二手的信息，我们就直接从主耶稣基督来领受。主耶稣基督要我们得着丰富的生命，是带着上帝的荣耀，是神的灵所充满的。所以保罗最后干脆说，这是来自于天上上帝自己的性情，耶稣基督的馨香之气，上帝的性情，他的情感，我们就会被神的情感所充满，我们就被耶稣基督的情感所充满。这是今天的第2个祷告。所以保罗说，我所祷告的就是盼望你们能够多而又多。多而又多就是意思就是恩上加恩，利上加利。保罗为所有的弟兄姐妹的祷告就是愿你们恩上加恩，利上加利，多而又多。在什么地方？在一个属灵的气质，爱心。在属灵的气质就是智慧，不容易被欺骗。在属灵的气质就是有判断的知识。所有的属天的这种气质就描写在这个地方。而且当我拥有这种属灵的智慧之后，我们就有分别是非、辨别是非的能力，我们就有那种能够喜爱真跟假。所以另外一个译本就是声音的有一个古老的版本，有时候翻译成了不同的字眼。第一个在和合本的圣经翻译成分别为圣，这是也跟台语的闽南语的罗马拼音的圣经一样。但是另外一个版本说，保罗记载他说，就懂得喜爱什么是真正的美丽，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今天的市场，有时候人为了要让自己得到一些虚荣心，经常买了一些劣质的冒牌货。各位弟兄姐妹，神所给我们的不是能够仿造的，神给我们的是真正的美好，是阿们的。愿我们在神的面前能够因着神的荣耀，我们就结出了仁义的果子。我们生命就是一个满出来的一棵树，如果健康，它自然而然时间到，季节到了，它就会长出生命的果子，如同圣灵的果子。它来荣耀他自己，它所结出来的果子就代表那一棵树，我们所结出来的果子就代表了我们的天父上帝。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在神的面前跟神说，神啊，谢谢你
从今天之后，我唯独就是结出圣灵的果子跟神你所应许的果子。那最后我要跟各位弟兄姐妹来做反省跟省思，我应该学习什么样的功课？我应该跟神求什么样的特质，我才能够活出美好呢？刚刚我有跟大家谈到的4项东西，请大家注意，因为时间的缘故，我只能够略略的抛出来。各位弟兄姐妹，你就把它放在你的心中，长期的去反省这4个东西对你的重要性。美丽的生命需要有什么呢？不只是在外面所穿的衣服、所戴的帽子、我穿的鞋子。现在许多人他的美丽是包装出来的。如果你到外面去买东西，然后用了包装纸包得好好的，你觉得很漂亮、很有价值，其实真正的价值必须打开以后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真正的美丽是一个成熟的。所以保罗在他的哥林多前书第13章说：以前我像小孩子一样，我要的只是玩具我要的是一个童言童语，然后大人听了以后很好笑，还要再补一个解释的话语，叫做童言无忌。但是保罗说，我做孩子的时候，我的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然成了人，他不是说长大他才真正的做了一个人，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情给丢弃。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做一个长不大的基督徒，我们必须让神的道成肉身，让神的话语就活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的生命就因为活出神的话语而美丽，就是保罗所说这一句话的意思。所以我们需要神伟大的话语，我们需要神一个如天一般高的他的意念，他的话语来带领我们有一个生命的一个高度，让我们在神的面前跟神求说：神啊，我需要4件，我需要4样的东西。第一个，我需要你圣洁的灵。如果没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的生命就是属血气的。这个血气即将过去，唯有神才是永存的。我们的里面需要有圣洁的灵，我们的生命才会得到转化。当这个圣灵进到我们的里面的时候，他就会对我们里面这一个属血气的灵讲话，这个灵就会慢慢成为一个荣耀。第二，我们需要一个善良的心。所以所罗门说，你要保守你的心，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从心开始。善良的人讲善良的话，干净的人讲干净的话，邪恶的人讲肮脏的话。邪恶的人，他的心中没有善念。第三，我要跟各位弟兄姐妹分享的，就是属灵的气质。这一句话来自于圣经，保罗说：你们要有神的性情，以上帝的心为心，以上帝的性情为性情。这个性情翻译到英文叫做本质 nature， 就是上帝的本质是什么？那我们认识上帝的本质，我们领受了上帝进到我们里面，上帝的本质就变成我们的本质。这个就是我们属灵气质的根基跟根本。第4个，一个人真正的美丽来自于他尊贵的使命感跟他存在的价值。有许多人是自私的一生当中只为了名利来活，但是有一些人他甘愿成为服务别人，牺牲，让自己的牺牲让社会得到成长，让国家得到祝福，让身边的人身谋其利。各位弟兄姐妹，人的存在的意义会决定人真正的美丽或邪恶。各位弟兄姐妹，愿上帝的灵，我们上帝的荣美，就是属灵的气质，愿上帝的荣美就归到今天我们一同敬拜、一同聆听神话语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没有一个人例外。从今天开始，我们的相聚是为了展现上帝的荣耀。从今天开始，既然我们同心祷告、同心敬拜，神就让你我当中，不论在什么地方，那个地方就充满了上帝的荣耀。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神造了我们，就成为美好。
所以上帝说：“我看你 very good， 我看你甚为美好。”神又将所有的一切的思想、心思、意念，就安置在人的心中。如果我们够谦卑，如果我们够专心，如果我们肯敬畏上帝，我们就听得到上帝的心思意念，我们就听得到耶稣基督的心跳。如果我们够敬畏神，我们就听得到神的心跳。我们紧贴着神的胸膛，我们就如同婴儿听到妈妈的心跳。各位弟兄姐妹，愿神将他的美好跟他的一切心思意念，通过今天我们共同的敬拜裂天而降，就充满在我们当中。所有一切的美善、全备的恩赐，都来自于上帝。阿们吗？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敞开手来领受。我们跟神说：神啊，多而又多，恩上加恩，利上加利；多而又多，恩上加恩，利上加利。愿神将所有的一切赐给我们。彼得说：神已经，神在以前已经将所有一切他的荣耀已经遮盖这个天地。今天神为了你我的缘故，他将再一次的将又宝贵又伟大的这个恩赐，就是他自己荣耀的性情，我们即将能够领受，与神结合而为一。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在神的面前领受，如同但以理领受一个美好的灵性。当但以理领受神的圣灵的时候，连国王都赞叹说：我听说。各位弟兄姐妹，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你，从今天开始，你的身边的亲友会从你的身上看到神的荣耀。他们说：我在你的身上真的看到了你所敬拜的上帝他的荣耀。各位弟兄姐妹，阿们。不是来自于我们自己，如同但以理，如同大卫，如同保罗，如同彼得，我们都跟他们一样，我们跟历代的圣徒一样，归荣耀给上帝，穿戴上帝的荣耀吧，弟兄姐妹。不要再像小孩子一样穿着妈妈的衣服，小孩子装大人。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领受神为我们预备的是属灵的军装，属灵的服装。神要将属灵的气息今天是给我们，让我们在神的面前跟神恭敬的领受，最后献上我们的感恩的回应，跟我们的上帝说：主啊，我心深知我的受造何等奇妙，感谢你，阿们。我们同心来祷告。生命的主宰，创造我的上主，在你施恩宝座前，我献上我自己的感谢跟赞美。我为我的生命感谢你，我为我的将来的使命恳求你，求你用你各样的美善充满在我的里面，所有一切美善的力量能够让我成为一个得胜的人，荣耀你的圣名，让这个世界知道，因着你，不是因为我，因着你，我有一个美丽的生命。感谢赞美你，愿你的美丽从我的身上流出，到我的亲人，到我的孩子，直到世世代代。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